这个是绿色。你想一下我们这边的客户很多啊，都喜欢上门来买货的。你卖了这条给他们之后呢，这些全部一下子给你买完了，你以为啊？OK， 我不说了，8000，给你少2000，3500嘛，3500嘛。你的3500啊，罗马我斤价了，我斤价的8000的。爸爸听不懂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你现在刚来到平州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多货，在这里是不是？你差不多你就卖了，然后呢，你圈粉，你知道不？什么是圈粉？不是有粉丝喜欢你，你要让那对都喜欢你，都说你长得帅，胡子又很帅，6800还得是我胡子，可以，到时候呢，你这些边角料你要加工是不是？我帮你加工行不行 ？OK， 当兄弟是不是？对，都这么开心了是不是？那就4000块钱就行了嘛，4000，搞掂啦，女姐，我睇下個利是有幾大張先啊！扑你個臭街，由你食監滾，仲死！